好，我是 Melissa。今天我要去美容院烫头发。师大附近有很多美容院，每间的服务方式不太一样，不过应该是大同小异。烫头发之前，我一定要吃得饱饱的，因为每次烫头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容院。进去的时候，通常他们会问客人有没有预约，然后帮客人把包包放进置物柜，并换上袍子。接着，设计师就会过来讨论要烫怎样的发型。有的美容院是让客人坐在椅子上洗头，有的是让客人躺着洗头。我比较喜欢躺着，可以很轻松地享受按摩的服务。先简单洗一次头，就开始剪头发、吹头发。准备开始烫头发，烫头发要花很久的时间。助理很贴心的提醒，先去上个厕所。我建议最好准备几部电影或连续剧来看，才不会无聊。终于结束了，从1点半弄到6点，天都黑了，好累哦。你们比较喜欢直发还是卷发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弄头发的经验哦。Before we finish today's video, let's review the vocabulary. 美容院，烫头发，师大，附近，服务，方式，大同小异，宝，花，好几个，通常，客人，预约，放进去，置物柜，袍子，设计师，讨论，发型，有的，洗头，躺着，轻松的，享受，按摩，简单，剪头发，吹头发，准备，助理，贴心的，提醒，上厕所，建议，电影，连续剧，无聊，终于，结束，天黑，直发，卷发，弄头发。